緊急關注，半導體巨頭 Applied Materials（AMAT） 正成為市場焦點。SCCM 資本管理公司報告顯示，AMAT 業績超預期，得益於 AI 半導體支出同領先技術。但令人意外嘅係，對沖基金持倉有所減少，甚至有觀點認為其他 AI 股風險更低，回報更高。呢個矛盾信號預示住咩 ？AMAT 究竟係巨大機遇，定係潛在陷阱？我哋即刻深入分析佢嘅 CAPM 呢間公司嘅投資潛力。首先喺佢嘅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 分析中表露無遺。佢嘅實際年化回報率達到 0.33， 竟然超過咗市場預期回報 0.32。更令人振奮嘅係，喺過去60日同90日 ，AMAT 嘅股票表現都跑贏大市，顯示出強勁嘅增長勢頭。AMAT 嘅財務狀況同樣穩健，佢嘅速動比率高達 1.87， 顯示公司擁有極高嘅短期償債能力，現金流充裕。同時，佢哋嘅資產回報率、股本回報率同總資本回報率都保持喺 0.21 嘅健康水平，證明咗公司喺運用資產同資本方面非常高效。喺債務管理方面 ，Applied Materials 亦表現出色，佢哋嘅負債股本比率持續下降到 0.35， 顯示出公司財務結構日益穩健。最重要嘅係，佢哋嘅自由現金流佔淨利潤嘅比例高達 1.04， 呢個強勁嘅現金流，為公司嘅未來發展同派息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從股價趨勢來看 ，AMAT 目前嘅收市價 220.23 美元，已經高於佢嘅50日同200日移動平均線，顯示出良好嘅上升勢頭。雖然 RSI 指標處於中性，但公司股價同科技行業之間嘅關聯度非常高，喺過去60日達到 0.91， 表明佢緊隨行業嘅增長步伐。然而，投資亦存在一定風險，我哋要留意嘅係，過去幾年度 Applied Materials 喺銷售成本、收入 EBITDA 同淨利潤方面嘅複合年增長率都錄得負增長，呢一點需要密切關注。好彩嘅係，美元指數近期表現偏弱，全年下跌 6.3%， 呢對作為跨國企業嘅 AMAT 嚟講，係有利嘅，可以降低海外運營成本。你今日估咗未？本內容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邀約或推薦，投資有風險，買賣需謹慎。